小朋友，你知唔知道一可以係一個雞蛋、一隻小雞同埋一粒星星？快啲同故事中嘅小恐龍一齊探險，發現更多一嘅秘密啦！今日要同大家講個故事，叫《恐龍冒險記》。從前有一隻小恐龍，佢最鍾意探險㗎喇。今日佢決定到森林裏面尋找有趣嘅東西。小恐龍一邊行一邊諗：今日我會發現到乜嘢有趣嘅嘢呢？行行下，小恐龍見到一棵高高嘅樹，樹上掛住一個紅紅嘅蘋果。小恐龍拍拍手，開心咁講：哇，一個蘋果！小恐龍繼續往前走，突然聽到吱吱吱嘅聲音。佢抬頭一望，原來係一隻雀仔喺樹上。小恐龍笑住講：一隻雀仔。小恐龍嚟到一條小河邊，河裏面有一條魚正喺度游水。小魚一邊游，小恐龍一邊數一條魚。太陽慢慢落山啦，小恐龍覺得有啲疲倦，佢坐喺地上面休息。小恐龍抬頭望住天空，發現一粒閃亮嘅星星，佢開心咁話：一粒星星。當小恐龍返屋企嘅時候，森林變得越嚟越黑啦。小恐龍突然停咗落嚟，驚喜咁話：哇，一隻螢火蟲，呢個係我今日揾到嘅最後一樣嘢。小恐龍扎扎跳跳嚟到媽媽身邊，佢嘅眼睛閃爍住興奮嘅光芒。佢問媽媽：媽媽，你估下我今日揾到咩？我揾到一個蘋果，一隻雀仔，一條魚，一粒星星，同埋一隻螢火蟲啊！媽媽笑咗笑，仲有一個勇敢嘅探險家。小恐龍望住窗外嘅星星，細聲咁話：今日真係開心嘅一日，我發現咗好多一嘅秘密。小朋友，故事就講到呢度，你依家知唔知一係咩呢？知道嘅小朋友，請完成以下嘅任務。小朋友，請你幫小恐龍用顏色筆將點點線連起嚟，再話俾小恐龍知呢個係乜嘢數字啊！小朋友，小恐龍需要你嘅幫忙，你可唔可以揾到一個蘋果、一粒氣球？請把揾到嘅物品圈起嚟。小朋友，請同小恐龍一齊做一個勇敢嘅探險家，喺屋企揾出你最愛嘅一件衫。恭喜各位小朋友，睇到呢度你已經完成所有挑戰。如果鍾意呢個故事，又或者想聽更多CC創作嘅故事，記得要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下次見，拜拜。